台湾史上有3大悬案：温清芳命案、老朋友血案甲潘婉如的命案，已经过20多年了，也是找无真有力的证据。原因是发生命案的第一时间，现场去互破坏去。即摆佫是电子科技的时代，犯案的手法甲工具不断来换新，嘛加在即摆这个鉴识的技术更加成熟了。咱就来去所谓鉴识中心，看警方安怎科学来办案。 光明未来，伊看袂到啊！海军上校温清芳1993年12月7日，好戏面发现尸体依然所有外海，死亡原因竟然为自杀变成他杀。温清芳所经手的4件海军监听的采购案，包括6台喇叭叶在内，总预算新台币1152亿，不过其中牵涉的庞大利益，被怀疑是害伊无命的关键因素。侦查单位最怕的就是说。 没有在第一时间呢，到第一现场去加以搜证，加以推理。1996年11月2日，台湾治安史上出现第2件悬案，通县长老朋友甲管议员秘书保镖等总共9个人，伫官舍警卫室内面被清一色的开枪。敢若管议员郑文昌有救回来。 Did you see the killer? Yeah. Yes. The killer is only one. Two. 有现场证人，有生还者，有11枚指纹甲凶嫌的血型 DNA， 看起来凶手要找到啊，要么最后依然无破案。已经没有完整的现场物证，我们正在协助看看还有其他物证。 上届关键的命案第一现场被破坏，监视人员就检证着用武之地，就算可疑的凶嫌一直现身，也阁总是无直接有力的犯罪证据。很快就会会破案。讲真正的破案，不幸的是老朋友血案发生后第10天，高雄发生历史上第3大悬案——民进党妇女部主任潘婉如命案。 潘婉如死前曾遭歹徒双手掐住颈部，而遗体上也采集到血液与毛发。潘婉如最后身影出现在高雄市尖美大饭店，上计程车后就无消息啦。最关键的证据就是一台福路天龙车计程车反射伫附近店面玻璃顶面的影像。把他的这个车号这个辨别这个会判读出来，那这个案子等于就破了。 第20多年后，今仔日科技的进步，互刑案鉴识会使留下更加侪科学的证据。验过更加新的犯罪手法甲工具，嘛互鉴识人员面临新的挑战。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天天用的手机，透过数位监视都可以破解，让犯罪现形。所谓鉴识人员将刑案现场发现的手机透过特殊的软体调所有的资料。最常见就是这个数位装置就是说我们的手机或平板电脑。那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就是无人机的部分。不管是留落来还是被拆掉的档案，差不多拢看得到。白色就代表说它目前存在里面的有几笔，那红色就是已经删除掉的，因为这支是有做 physical 的，所以它可以 抓到他已经删掉的资料。新北市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的所谓鉴识实验室头一摆公开，成立较无半冬，却是未来刑案鉴识工作重点的主力之一。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手机知道说他这个人的里面的名字，我们就看他的脸书的账号或者他的电话去调通联。所以现在数位监视这个部分，对于侦办案件来说，对，算是都是已经算变必备的一个项目了。 运用科学办案，和证据讲话，一直是刑事鉴识的重要目的。较早因为受到环境甲科技限制，无法突破的悬案，无定到倒一天会因为更加侪证据伫科技协助之下，和冷案互我解开家属心中的遗憾甲伤痛。不去失望，不去绝望，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有真相大白的一天。